叫做亞太衛星，係啦。咁你發覺所以咁特別、咁奇怪嘅股票可以會有係嘛？咁啊就發覺呢啲股票嗰個板塊就等於之前金風科技本來電力股都有一轉炒上，當然琴日跌得好勁啦嚇，回得好勁啦。咁但係亦都係炒上去，點解咧？就因為相關嘅概念就係商業應用嘅商業應用嘅太空探索概念，有機會26年嘅重點。呢個我會重點去留意嘅板塊。咁啊，暫時得呢隻叫做好近咯。跟住之前講中集安瑞科有1億嘅收入係嚟自於太空探索，即係太空衛星。呢個第二隻啦。第三隻就係金風科技，佢話佢旗下持有住8.9%，但係呢個位啦嘅一個叫做商業應用嘅太空探索公司，得呢3隻暫時喺港股入邊叫做係相關概念嘅板塊個股，係啦。咁呢個板塊我會重點去留意。